自今日去登京，团队当中的繁琐群像毛绒的熊猫车非常的古锥。这是南美馆的新展览，将动物这个词甲生物学的费洛蒙结合为主题爱洛蒙，借着技术来展示人甲动物密切的关系。爱洛蒙它其实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命题，就是人跟动物的一个后心灵乐园是怎么样的一个乐园？我想就是每一个家里有毛小孩的人，应该就是都会很明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，人跟动物相处的一个状态。展览主要利用艺术家拟真的手法来表现出人甲宠物之间的陪伴关系，搁进一步描写人甲动物相处产生的状态。同时来讨论当代社会自然环保等议题。张如安的作品，他的宠物身份探寻系列，它有包含很多工作权的议题。陈胜文的作品，他以绣框结合他去进滩跟进山的时候捡到的一些废弃物，人为丢下来的垃圾废弃物，去绣成不同的台湾特有种的刺绣作品。另外，也甲掠野工作室合作。将流浪猫仔、流浪狗的相片放伫咧展景外口，扫描 QR code， 民众就会当领用做爱心。这次展出96件作品，借着各种无同的媒材，将动物的特色甲魅力完美展现出来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